Hello， 大家好，實況好波，今日嗰時係 Gary 啊。出街之時係2月11號星期三嘅黃昏時間啊。啱啱呢個禮拜英超週中有快車，大家最矚目嘅賽事啊，咁啊好多朋友都會留意曼聯啦，因為啊佢哋已經之前4連勝，甚至著名球迷啊剪髮哥有冇機會可以5連勝呢？可以剪到頭髮。咁啊，但係可惜啊，隔咗成年幾啦，經歷過坦克格，又經歷過艾摩廉，咁但係到而家仍然未能夠5連勝，因為最終曼聯咧係1-1逼和咗係韋斯咸啊！呢一場波哇，令到好多人都唔開心喎，令到主隊韋斯咸唔開心，曼聯最尾唔能夠5連勝又唔開心，剪髮哥又唔開心，係咪真係咁負面先？嗱，係咁要講下呢一場波嘅比賽過程啦。咁啊，首先咧喺上半場啊，其實咧大家都會有攻守嘅。曼聯可能作客嚟到韋斯咸，本身可能信心都唔錯，因為之前經歷嘅4連勝啊。咁啊，而且咧對手都唔弱嘅喎，當中咧曾經包括過曼城啊，同埋咧就有哎呀都叫 Big Six 嘅熱刺啊嘛，係嘛？咁啊，所以咧就曼聯咧，哇喺對手咁強，當然中間仲撈咗對富咸啦。咁啊嚟到咧就係作客尾3嘅韋斯咸，信心相當之足夠嘅。咁啊，而且咧擺出嚟嘅陣式咧，阿卡域克都係用最強嘅陣容啦，4-2-3-1啦，跟下麥班姆、班奴費南迪斯、阿馬特迪亞路呢啲近期咧贏波嘅主力成員，全部都喺晒度。咁但係咧都唔好漏咗，就係主隊嘅韋斯咸，其實佢哋嘅狀態都唔錯嘅。雖然咧就排緊英超嘅尾3，但係經過東窗一輪換血之後咧，踢法實際咗好多。咁啊喺進入呢場波之前，對上5場其實都有4勝1和嘅。咁所以咧踢落之後啊，上半場就發覺咧，咦好似都互有攻守咁樣喎。咁啊主隊嘅韋斯咸咧雖然只係排尾3，但係都好有信心，嘗試攞個波嚟用。咁啊同咧就係曼聯鬥夾嘅。所以令到咧曼聯嘅好多嘅進攻球員咧上半場發揮得唔係幾好，咁啊令到咧上半場呢場波咧亦都大家均勢嘅情況之下射門唔係好多，上半場只有射門係韋斯咸2次，曼聯3次嘅啫。咁啊不過咧去到下半場開咗波5分鐘之後啊，查勒保雲佢哋嘅隊長壓落右邊底線傳中波，結果涉前處嘅蘇錫克一射破網，咁啊令到主隊韋斯咸咧突然之間嚇大家跳，領先1-0喎。咁啊講到尾啊，其實韋斯咸咧最核心嘅球員當然係佢哋嘅隊長查勒保雲啦。不過另一個隱藏嘅主力咧，相信就係蘇錫克啦。實際嘅紐勞拎翻個蘇錫克出嚟用，咁啊自然會收穫翻佢應得嘅效果啦。咁啊不過去到最尾啊，補時6分鐘啊，咁啊曼聯經過咧幾次嘅調動之後啊，最終憑住後備入替嘅中鋒石斯高啊，一個咧都少少嘅難度嘅轉身抽射，咁啊令到曼聯可以喺補時6分鐘追和1-1，咁啊令到咧就曼聯雖然未能夠5連勝，但係都起碼保住個不敗先啦。咁啊呢一場波咧就大家可能咧抽下水啦，哎呀剪髮哥又未剪得發啦，咁啊已經咧係超過係500日嘅時間啦，仲未可以剪得發。咁啊曾經咧就只係一個好簡單嘅挑戰，當時話曼聯5連勝就可以剪頭髮啦。咁啊，根據咧佢一啲係訪問片段咧，就話原來咧佢係諗住應該3-4個月都做到啦，冇諗過要經歷咧就係超過1年嘅時間啊！唉，真係慘啦！咁啊，最大鑊嗰樣嘢係4連勝有希望啦，跟住作客對尾3嘅球隊應該都得啦啩？點知就唔係咁簡單啦嚇！啱啱頭先解釋個比賽過程同埋咧點解韋斯咸都咁有信心，因為佢哋自己嘅成績都唔錯嘅，咁啊仲未睇啊 fit 到爆嘅深馬位喎，今場波冇入波，但係對上嘅5場咧全部有波入嘅。嗱咁啊講開呢一樣嘢啦，不如咧就講下咧喺呢場波裏邊啦，先講下啦，卡域克喎呢位咧就暫代領隊、看守領隊。咁啊之前咧曾經有啲聲音講啊，卡域克咧可以有機會坐正喎，因為佢之前嗰4場頭先咧都講過，連勝之餘仲要對手唔弱嘅喎。尤其是揚威曼市打比，自然為佢增加咗好多嘅籌碼。佢自己冇講過咧，就係想唔想咧係長任呢個曼聯嘅領隊嘅。咁啊，但係咧，可唔可以有機會啊？如果咧真係做到一啲個成績即刻可以改善到嘅話，咁咧就可以效法好似5年前啊蘇斯克查咁樣，20年上任嘅時間6年前啦，咁咧就上任咧就曼聯初頭都係看守領隊嘅，咁但係看下發覺都教得 OK 喎，咁啊結果咧就直頭做埋正印領隊。
咁啊，似乎卡域克咧今次嘅考驗咧，作客嚟到韋斯咸咧棘一棘喎。嗱咁啊，當中咧除咗棘一棘嗰方面咧，亦都可以講下喺卡域克依家預料佢嚟緊對即係領導曼聯喺呢個下半季會有啲咩問題啦。嗱，從呢一場波所見咧，4-2-3-1陣式當然係為佢哋帶嚟連勝嘅紀錄啦。咁啊，不過喺今場波對住韋斯咸，頭先講過幾個進攻球員嘅表現都麻麻地，當中包括係阿密特迪亞路。咁啊，呢一位右翼嘅球員咧，因為喺呢場波就備受對方嘅馬力迪奧夫呢個好大隻亦都腳好長嘅左閘咧就牽制住。咁咧，所以咧就令到佢發揮得麻麻地。咁但係似乎咧，卡域克咧發現呢個問題，不過就冇一個適當嘅右翼可以咧入替迪亞路。咁啊，原來咧你諗翻啦，無論咧喺啱啱季初嘅夏天轉會窗，定係過去1月嘅冬窗，其實咧曼聯嗰啲人嘅設定幾乎都係按住艾摩廉嘅3-4-2-1陣式嘅。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卡域克擺翻正4-2-3-1啦，啲球員咧就擺翻正啲位啦。咁啊，突然之間逆風嘅需求大增咯。不過原來阿密特迪亞路嘅後備咧冇一個係可以你一定係話啱晒打右翼嘅球員，其實有嘅麥班冇，咁但係呢場波咧擺咗喺中鋒嘅位置，因為近排順啊嘛，咁所以咧要喐嘅時間咧，阿密特迪亞路又冇一個即刻可以解決嘅辦法啦。咁啊變咗咧就卡域克喺嗰個人手上面有啲捉襟見肘喎。嗱，講曼聯話有啲捉襟見肘，千祈唔好誤會啊！即係依家要講得好清楚嘅，我唔係講佢陣容唔夠豪華，佢陣容非常之豪華，只不過依家個陣式咧同之前季初嘅時候嗰啲收購同埋轉會買賣嘅方針咧係唔符合啊，咁所以而家轉翻個陣式嘅時候，你係冇一啲係逆風嘅球員，甚至呢場波嚴格嚟講根下咧擺位嘅時候都係打左翼啊，根下最好位置係咪打左翼咧？一定唔係啦，狼隊嘅時間打中鋒打副鋒都得，就係唔係打左翼啊嘛。咁所以咧，去到比賽嘅尾段掉晒石斯高舒克斯入嚟嘅時候，阿密特迪亞路咧都仍然留喺球場嘅。當時即係雖然已經係強攻對手啦，啲位咧進攻球員都亂咁走噶啦。咁啊當時阿密特迪亞路咧走去左翼嘅位置，咁啊亦都咧麥班姆褪翻去右翼，入嗰個波都係麥班姆喺右路傳中嘅。咁所以咧就逆風嗰度咧嚟緊卡域克嘅難題可能係有冇啲球員可以都喺提供到一啲逆風嘅良性競爭咧？好啦，咁除咗咧就係呢個轉翻4-3-1陣嘅人手嘅問題之外咧，另外咧就係失波嘅問題啦。嗱，曼聯咧今季咧當然非常之攻得啦，尤其是去到季中嘅時間，咁啊不過後防都失得幾嚴重，尤其是係離開奧脱福之後作客嗰啲賽事先大鑊啊！嗱，今季咧已經作客賽事咧係場場有失波㗎啦，甚至如果你計翻數嘅話咧，哇，原來係已經喺聯賽係連續18場嘅遠征賽事都係未能夠保持清白之身嘅。咁原來呢個紀錄咧係自1970年以嚟曼聯係最長嘅，56年嘅紀錄喎。咁後防嘅問題當然係大啦，因為頭先講逆風人選捉襟見肘，而喺後防嗰方面咧，嗰啲球員咧就唔係話人手唔夠，只不過咧係太具特色啦。直接啲講咧，就係弱點明顯。呢場波裏面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去到下半場中段咧，曾經用約路換麥佳亞。咁嘅原因係咩咧？因為麥佳亞呢場波上半場其實喺防守嗰度咧路數好好啊，甚至咧就係幫特洛特咧就補鑊添。特洛特俾森馬維一樣就過，咁但係咧麥佳亞即刻殺出嚟，波都搶埋佢嘅。咁亦都咧多番咧截斷咗對方嘅一啲走入 half space 撳出嚟中間好危險嗰啲傳中波啊。咁但係用約路換麥佳亞，麥佳亞當然有頂上功夫，但係因為麥佳亞個轉身速度太慢，咁所以令到曼聯要大軍壓境嘅時間咧，麥佳亞係唔能夠頂到上最前將條防線即係頂上前壓前。咁佢咧一定咧要留翻少少空位，以防對手咧就突擊嘅。咁同埋咧喺比賽中途都見到好幾次特洛特俾啲隊友入佢，起碼有2次啊。咁俾啲隊友入佢上啦，特洛特唔敢上，因為佢今次呢一場波俾森馬維成功挑戰咗好幾次嘅。咁所以佢咧一定要留翻啲空位，唔敢上。咁所以點解當要大軍壓境嘅時候要用約路換麥佳亞？但問題係約路喺上半季都已經有好多出場機會，哇！好多球迷都發現佢都有唔少嘅犯錯喎，仍然都係比較幼嫩啊，適唔適合打啲強隊嘅中堅啊？咁所以咧對卡域克嚟講咧，作客失波嘅問題能唔能夠改善咧？手頭上嘅兵員個特色太過明顯啦，
咁所以佢有冇咁嘅本事咧？定係要等迪力特復出咗咧？迪力特都唔係真係一夫當關型嘅中堅嚟噶嘛。咁所以咧呢個防守嘅問題已經持續咗18場啦，作客嘅賽事。卡維克嚟緊嘅一個挑戰，或者係一個大家對佢嘅考試。呢個作客防守問題幾時可以保持 clean sheet？咁嚟緊都似乎備受考驗啊！不過除咗咧就講一啲咧唔係幾好嘅地方之外，對曼聯嚟講，頭先講過啦，呢一場波韋斯咸又唔開心，因為佢領先一球，以為全取3分，補時6分鐘，突然之間3分變1分，我要分護級喎，爭啲追到同森林同分㗎啦，尾4嗰隊，但係臨尾跌咗2分，好大喎，當然唔開心啦。曼聯咧，喂，4連勝，諗住5連勝，結果咧就斷纜，對住尾3嘅球隊，要靠石斯高先能夠逼和1-1，又唔開心。剪髮哥，冇得剪髮啦，又唔開心。但係呢場波正面嘅咧，可能係頭先提嘅補時入波嘅石斯高啊。嗱，石斯高咧就係喺季初嚟到嘅時間啦，頭16場聯賽只係入2球，有水貨味極濃啊！但係咧好死唔死，真係唔知係咪關艾摩廉事。到季中咧，石斯高咧就喺對上嘅5場，如果係聯賽佢對上5場咧又入咗4球喎。好似咧擺脫咗艾摩廉之後咧，石斯高都得以重生咁樣喎。4-3-1陣式，作為一個中鋒，佢已經唔係喺卡域克嘅領導之下場場正選㗎啦，經常都係後備入替。但係後備入替咧，已提供到唔同嘅衝擊力喎。尤其是啱啱講緊對住韋斯咸呢場波，石斯高嘅轉身抽射其實係有難度嘅。始終都唔係面向龍門孭住個後衛。但係第一時間 drop kick 接應麥般姆右路嘅傳中，所以咧能夠射到個掛網波，都算係表現得相當之唔錯㗎啦喎。係咪穩步上揚緊咧？會唔會反而係佢值得正面啲咧？卡維克咧賽後都有大讚佢嘅，佢話石斯高咧喺禁區裏邊咧，其實一路都係好危險嘅。言下之意係咪即係喺禁區裏面好危險，但喺禁區外就唔係好搞得掂咧？以往會唔會要石斯高喺禁區外攞得太多波咧？又要孭住對手頂第一點等等呢啲做咗太多嘅工作。而家擺翻多幾個係有組織能力、技術細膩嘅進攻型中場，石斯高自然負責嘅嘢少啲。當然亦都考慮呢一場波，因為石斯高入嚟嘅時間咧，韋斯咸領先嘅一球，亦都想守埋佢嘅，所以石斯高自然可以多啲時間喺禁區裏邊補位。好啦，咁咧就要講翻石斯高啦喎。如果石斯高能夠可以即係出任嗰個中鋒嘅位置，可以有咁嘅表現，但係佢只能夠喺禁區裏面有威脅咧，咁對卡維克嚟講，其實你繼續擺喺後備度啦。我唔掂嘅時候，我先擺你入嚟啦。如果掂嘅時候，試過啲突擊嘅場合㗎，領先緊嘅時候，擺石斯高入嚟啦。最尾嗰10分8分鐘，但係突擊嘅時候，佢又做唔到啲乜嘢工作，因為佢本身都唔係步大力雄嘅中堅啦，嗰啲技術型偏柔嘅，同埋啲射手型。所以咧，石斯高嘅發揮亦都咧，即係佢嗰個技術特點，令到佢嘅發揮係備受限制嘅。所以呢個咧，卡維克究竟點樣用佢咧？話唔定都係考牌戰嚟嘅。所以咧就咁樣啦。呢一場波補時入波，大家都笑唔出㗎啦。可能咧石斯高都正面少少嘅。不過咧，曼聯嚟緊咧都有另外一個考驗就係要對愛華頓啦。愛華頓嘅表現近期都有啲反覆。啱啱咧就係1-2反勝為敗，輸咗俾班尼茅夫嘅。更加咧就有奧巴恩停賽，令到佢哋咧輪到愛華頓嘅後防咧就可能唔夠人手咯喎，冇咗奧巴恩呢個咧又可以打中堅又可以打右閘嘅球員。但係都要曼聯自己做翻好啲先得嘅。因為咧嗰啲進攻中場當然佢哋轉到身打得順嘅時候，佢哋發揮得好好啦。但係好似今場係對住韋斯咸嘅時間，對方嘅蘇錫克中場嘅樸斯甚至後備入嚟嘅馬加沙等等，都唔俾你哋嗰啲班奴麥班姆跟下轉身令到譬如跟下呢啲換走之前，根本都冇乜一啲咧就係威脅嘅攻門做過出嚟嘅。所以咧就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將將球員擺得多，當然開心啦，當然好啦。但係似乎對卡維克嚟講咧，最緊要嘅問題咧都係能夠令到曼聯可以穩定地發揮去到季尾穩定發揮最重要咩平衡啊嘛。睇下咧卡維克之後咧會點樣執呢隊曼聯啦。OK， 好啦，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最後呼籲大家記得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差波台啦。有咩 comment 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啦噃。今條片嚟到呢度差唔多，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拜。